囡仔的交通事故是这几档正重要议题。新北市政府公布，2024年拢总有1163囡仔车祸受伤，这骑奥多摆出车祸占9成。下课时间，父母伫奥多摆顶悬等囡仔下课，这是逐天学校外口都会当看到的画面。不过，家长骑奥多摆接送也要特别注意安全。根据新北市政府的统计，去年2024年12岁以下儿童交通事故造成1163个囡仔受伤，当中以奥多摆事故占上悬。乘客为主，那它大概占了75%。那这其中又以机车的使用最多，那大概占了90%。所以这部分我们也特别提醒家长或透过教育局这边提醒家长，在使用机车或汽车承载儿童的时候，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哈。调查也发现，这个车祸上接伫咧下晡4点至6点发生，也就是囡仔下课的时间。长期关心儿童交通安全的民团建议，家长甲学校一定要积极配合，斗阵改善奥多摆等校区的交通乱象，降低囡仔受伤的风险。在那个学校周围的学区范围，整个交通的一个改善还是有必要的，就是包含汽机车的一个降速的一个方式，所以速度一定要降到30以下。为着要减少儿童的事故，新北市政府也选择2个人济校园规划行人优先区，一个是邦桥的后埔国校，一个是泸州的泸州国校。市府会伫咧校园附近的300公尺规划实体人行道，而且规定车辆伫咧这速度要降低至30公里。新北市政府表示，目前先规划2区，未来会一区一区慢慢改善，确保儿童的用路安全，减少危险发生。记者陈亚轩、郑俊佑新北报道。